然后下面是这个一地尼，刚才那个有些讲义里面讲是这是这个中根者这个观修的这个定理方法啊，就是因为上根者呢就是正悟的定理方法，中根者呢观修的这个定理方法，下根者呢就是一般用身体力行，就是身体来做定理嘛。有三种当中是刚才是中根者呢，就是他用观修的方式来就是定理的。然后现在下面这一个呢，就是叫这个一定理啊，就是用这个深刻义里面的这个一定理。那么一定理呢，寓意沉重陈述佛，各处菩萨众会众，无尽法界诚已然，身心诸佛皆充满。那么这个是就是立根者啊，就是立根者呢，就是以一种这个真悟者的这个心境来就是进行这个定理的一种方法。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刚才就是前面讲到的那样，就是无数的这种佛了，就无数的这种佛呢，就是一个微尘当中的话呢，这是我们现在是没办法想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微尘上面的话呢，有无量无边的，也是有，实际上是有多少个微尘，我们谁都说不清楚的。那么一个微尘当中呢，也有这个微尘数目的，就是无量无边的，就是佛刹。就是这个每一个佛刹当中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如来。那么这些如来呢，并不是单独的，就是一个两个佛陀，不是这样的，也是有无边的这个菩萨还有这个声闻就各种这个眷属呢，就是已经这个围绕着他就围绕着他就像有些注释里面就是像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身子呢就是罗睺罗，然后这个鱼子呢就是像那个什么这个声闻缘觉，一字的话呢就是文殊师利这样当这个大乘菩萨，就是有这么深寓意的这样的这个佛子的话呢，就是佛子菩萨呢就是无量无边的就无量无边的。同样的，所有的这些一个微尘上面有无数的刹土，无数的刹土当中无数的佛陀，每一个佛陀呢有无数的这种眷属呢，就是已经这个围绕着。那么这样的这种境界呢，所有的这个不可穷尽的法界，不可穷尽的这个世界不可穷尽的世界称，这个称呢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一个微尘上面有无数的这个如来嘛，那么这些眷属也是无数的。那么这样的境界呢，就是所有的世界的微尘的话呢，就是都是充满着这个佛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上上下下到处都是这个佛陀的境界。我们为什么说是一切诸法都是本来的是这个如来无二无别一切都是。这是你到一个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就是所有的微尘，并不是说是就是一个小小的微尘上面的佛陀也是在记在那个上面，就是然后好多都是佛陀，就是好像在那这个一直记着的话，那我们凡夫人是根本不能这个想象的，就是不要说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尘上面呢就是佛陀连一个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小虫的话，那就是很难，无数的小虫也没办法的，这是我们没办法想象。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微尘呢，就是确实在大方法里面讲的一样的，没有一个世者的话呢，即使这个微尘呢，就是它是无量世界可以容纳的，无量世界可以容纳的话呢，无量世界当中也有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就这是我们如果读到了这个《华严经》的法界品的话呢，确实也是就是让这个深信不疑的。而且我们讲今年那个大荒王的时候呢，就是前面讲一些清净观的时候，大家也可能稍微有一些这个感觉。那么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个光是一种这个说而已，就是从心根深处就是从内心当中就是升起这个深深的这种信心就是知道呢，就是佛陀都是这个无处不在我们都知道，就是真正要学华严的时候呢，就是一切都是充满这个佛陀什么这个佛山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就是华严经里面不是经常就有这样嘛，就是说是这个佛身呢，就是充满于整个这个法界就是法界。那么这种这个是无数的这种佛陀呢，并不是就是阿弥陀佛呢，就是只有一个佛陀，他呢就是很遥远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特别特别遥远的。而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早就已经圆寂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没有一点境界的人面前会就是呈现这样的。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对这个密法和对这个大乘佛法有了特别深深的理解的时候呢，字面上就
就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到了这个最后一地菩萨以上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是就是这个义就是一乘中有乘数差呢，就完全会这个明白的。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无法想象，但我们还是一定要这个深信不疑。如果你觉得有一些怀疑的话呢，我希望呢就是最好看看一些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当中的一些清净观，就是去理解的时候呢，应该说是这个一个微尘上又有成熟的这个插图，真是成熟的这种插图呢，实际上是充满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那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是我们的这个乌云，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如来的贪嗔如来的贪嗔的话，当然这个他的这个深深的这种清净观没有理解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不可能说我们这个凡夫呢，就是这里也有一个佛，这里也有一个佛，并不是现在有些人在身上非要就是做这个画佛一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凡夫愚蠢的观点。因此一定要就是讲到了就是最深深的这种境界，就是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一观相就是一观相一定力。其实这样的观相和这样的理解呢，是一种最高的定力就最高的定力正是我们通到了就是这种清净和平等无二无边的这个境界的话呢，这是普贤菩萨的就是最高的一种这个思想，就是现在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思想。可惜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达到，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恭敬的信心来经常念诵、经常观想，这样以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凡夫的心呢，也是慢慢就是汇入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大海当中。